今天咱们来吃羊棒骨，这个羊棒骨还可以吸骨髓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关键是他说有一根羊蹄筋儿，我就开始去找，啥叫羊蹄筋儿啊？也没找着。吃完羊棒骨，吸完骨髓，这骨头咱也不能浪费。来，熊大，这是我们家最喜欢吃肉的一只小老鼠，吃吧。姐姐吃肉，你吃骨头，你服气不服气啊？熊大在这吃了半天，啃了半天，也就是啃个味儿而已。哎，这姐姐这肉啃的也太干净了。熊大有点泄气。哎，真是不让人省心的姐姐，凭什么她吃肉，我只能吃骨头啊？于是熊大决定跑过来问问我，喂，为什么你吃肉我吃骨头？为什么？